咱想要祈祷。非常地，我感谢你，赏赐遮尔水日子，遮尔好的天气。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参加敬拜你。阮感谢你，互阮疫情哪像有较好势，阮会当自由做迄礼拜交陪。感谢你的听筒。伫你面前，阮会特别感谢你，互阮有机会伫遮搁一摆听你的话。求你通过罗卜的嘴所讲的、所想的，合你的旨意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是讲巴拿巴，巴拿巴拄啊圣经讲伊的名毋是叫做巴拿巴，巴拿巴是伊的 nickname， 大家讲伊真够安慰人，真够勉励人，所以用。该叫伊个名叫巴拿巴。我有时定咧想吼，迄 nickname 哦，有时啊比正名较会当描写迄个人。有诶，你甲叫聪明，啊，就一个公公吼；啊，有诶安尼吼，啊，一个咱来啊叫啊，若较瘦诶叫瘦狗，若叫大块诶叫大块。你有啊？我有迄个朋友吼，我叫绰号叫甲伊正名，我嘛袂记诶呢，我大家拢安尼叫。巴拿巴就是这个 case 啊，伊是真好的人。巴拿巴，路加有讲，伊互人叫巴拿巴是因为真够安慰人。咱的圣经拢翻做安慰，英语的圣经是啥吼？因为伊真够勉励人 ，encourage，son of encouragement。我感觉安慰甲勉励有一丝仔无共款。安慰吼，你拄着啥物代志，我开始要甲你说说咧，安尼安慰。勉励吼，你要勉励一个人，你一定有安慰。安慰了，搁甲伊想看过去要安怎，也是讲伊安尼失志的时，你甲伊安慰，安慰了，叫伊陪伊搁行头前的路上，迄个做勉励 encouragement。我较爱用勉励啦。所以勉励囝安尼对毋对？我毋知。不过巴拿巴即个人吼，伫使徒耶路撒冷初期的教会，伊毋是真出名的人。伫圣经内底吼，敢若使徒行传有写着伊的名，而且敢若讲5摆尔，5位尔。伊毋是咱若咧讲着初代教会，逐个想着彼得，想着保罗，拢即种大粒的，真少人会去想着巴拿巴。我今仔日要将吼，使徒行传5位吼，咱已经读3位啊，以外还佫2位，我才会说明吼。我要即5位来看，巴拿巴是安怎会互人叫做真够勉励人的人？我真正有感觉吼，恁知影我一段时间拢无伫即间教会，走去西雅图倒位去。即摆为着疫情的关系，咱佫做伙来做礼拜。我有感觉，咱敢若教会佫重新开始，咱逐个，我不止一摆甲遮长老说多谢，因为因真拍拼。长老甲我讲无啦，阮实在是你牧师你欢喜啦。毋过咱大家做伙吼，我感觉较好。后礼拜要选长老吼，我用巴拿巴做例吼，即礼拜咱来三甲看巴拿巴，我真希望咱的教会会当是即款教会，大家互相勉励。咱拄仔有读使徒行传15章，会勉励人嘛，甲人冤家呢，伊甲保罗冤家了，迄我较顶嘛会讲，咱会当伫主的听内底，虽讲无共款，虽讲有些意见无合。咱会当做伙做工，为着上帝教会，为着耶稣基督福音，咱会当做伙做工。所以我今仔日要希望咱来三甲看巴拿巴吼，咱来想，咱三甲勉励啦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有疼心，大家会当三甲服侍教会。头一个，咱要讲巴拿巴吼，咱今仔日有读第4章36到37节。
迄个时阵吼，咱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圣神降临，真侪人信耶稣，3000个。啊，咱安尼读一个就过吼，啊，逐个拢真欢喜哦，一摆3000个。你甲想讲，迄个时阵，遐个使徒吼，头壳真疼咧，3000个，你敢若要找伊做礼拜，你要去对做礼拜啦？啊，人遐尼济哦，啊，要安怎？真侪代志爱处理。啊，搁一项，耶稣基督福音哦，三好吸引真侪送向人，因感觉福音的好消息，真侪送向人来，啊，有诶有通食，有诶无通食，这代志拢爱烦恼吼，代志真侪啦。啊，当然要做代志爱钱啊，啊，真侪人去卖土地，啊，将遐个钱摕来教会。啊，互大家讲家用。巴拿巴是即款人，伊特别你讲，伊有去卖伊的土地，摕钱来。即个高勉励人的人吼，伊欢喜有行为，用行为去服务别人。咱拢会现金啦，总是巴拿巴即款现金吼。是献甲会疼咧，土地摕去卖，摕来互教会。有啦，台湾教会，台湾早期团的，迄个有真侪人奉献土地啊来祈拜堂，有啦，原来是有即落例啦。总是愈来愈少啊，即马土地足贵诶。啊，我毋是叫恁去卖土地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做一个咱曾经诶是咧台湾国书吼。拢哪个拢直直讲信心啊，无行为，敢若人咧艰苦，敢若讲我这替你祈祷啦，安尼就无煞去。你巴拿巴伊面对遐尼济当时的兄弟姊妹欠价，伊欢喜奉献，伊用行动来表现伊的信心。迄个时阵，教会拄啊开始吼。你要卖土地摕钱来吼，我真正咧准备的时，我真正咧人我会安怎想呢？教会拄好开始吼，啊，恁是要当偌久啦哈？啊，恁若念收大啊，我即摆去卖土地，啊，毋就强起来咧。因为伊敢安尼做吼，是对教会有信心咧，对教会将来有信心，感觉即个教会价值。我要参与，啊，毋是按敢若出一支嘴，伊欢喜用伊的行动来表现。因为现金吼，我着常常甲会友安尼讲，现金是献你的生命的一部分，你毋知捌安尼想无？因为咱拢用时间去趁钱，咱用咱的时间，用咱的精力去趁钱。你的时间，你的生命是用时间在算的，所以你用时间去赚来的钱，迄是你的生命去换来的呢。你现金的时，你是用献你的生命的一部分。你欢喜帮助人，是你欢喜用你的生命去帮助这个人。即摆阿伯出即个话大水遮尔济。长老教会的总会，PWS 里有伫为着因要捐献，要帮助遐个灾民，有法通知出来，较顶仔报告时会讲，咱若用感恩的心，用欢喜摕咱的金钱出来，咱是用生命，迄是真宝贝的代志呢。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人是亲情。钱是性命，你捌听即句话无？吼，为着性命，为着钱吼，大家拢会变面呢。兄弟仔冤家，人亲情，钱性命啦。咱若欢喜奉献，你的奉献是你献你的生命的一部分。第二个是吼，咱原来有读第9章26节到30节，这个是吼伫。保罗本来要去大马色，要去掠遐基督徒，啊，伫大马色的路上去互光照着，落落马骹，
咱知影迄个故事，保罗悔改，啊，伊目睭青呢，啊，互人牵入去大马色，啊，上帝的圣神有叫安那尼亚去找伊，该，因为扫罗吼，迄个伊保罗迄阵有做扫罗，伊是困逼基督徒出名的少年人，啊，困逼基督徒出名。伊讲伊悔改，啊，你讲敢若讲咧？伊要插甲，今仔日咱的圣经就是，伊想要去甲遮个信耶稣的人做伙，逐个拢惊伊呢，逐个拢惊伊，惊讲啊你是有影无影啦？哪有人安尼啊变做遐尼紧？因咧怀疑，毋是无理由呢，因咧怀疑有理由啊。你若接来你入来，啊你若名讲记的，啊摕去报啊，我毋拢抢去啊。你对伊无人要接受伊。圣经讲，干那巴拿巴用伊的关系带伊去甲遮个使徒熟识。伊伫遐甲因做伙生活，一定是有一段时间，互遐个人信任伊。你敢捌想讲，逐个拢惊扫罗吼？即个后摆变保罗即个人，你敢想讲，迄阵仔逐个拢惊，拢无要接受伊吼？啊，到初代教会若无即个保罗吼，啊，即马毋知变安怎呢？至少咱的新约的圣经减1/3去啊，一个拢保罗的批较济嘛。巴拿巴假相信人，相信扫罗，相信伊有悔改，带伊去甲用伊的关系带伊入迄个教会的团体内底。今仔日即个社会吼，老实讲，咱倒一个有法度通相信人，相信甲安尼啦。咱台湾最近伫遐啥物咧转型正义，咧讲一寡应拜教别个名拢摕出来，大家拢才知影讲，哦，即个也是，迄个也是。你对，咱会当信任人到即个程度啊未？老实讲，我毋敢要求恁安尼做，因为我家己无在调安尼做，真正我无在调安尼做。咱一定爱较细致。啊，要安怎安尼信任？咱无法度信任人。啊，真正台湾的骗吼，实在是足厉害。我拄转去台湾的时候，800水灾有关规个事务所乱正正。阮的事务所有一个牧师吼，干事、副干事啦，小丽的 boss 啦，有一个人来找伊吼，甲讲甲伊要摕偌济来互长老教会，伊要献金，要献20万，什么，甲讲甲安尼规山坪吼。啊，即个柯牧师讲好，多谢吼，送伊去坐电梯。啊，要坐电梯的前啊，即个人讲啊，牧师，我的车摕去修理吼，啊，我爱5000块，我即拢身躯都无啥钱哦，你会当先5000块借的，啊，即个人怎无看人？啊，即个柯牧师，阮逐个拢讲吼，你5000块摕来花，你摕去互别人，因为有即落代志咧，啊，你要叫人安怎信任人？总是我，咱反倒面转来，咱会当做的，咱做一个会当互人信任的人。我想咱拢有法度，别人咱无法度互人信任，你都爱细致，这拢有影。毋过咱会当真积极去做一个互人会当信任的人，至少咱会当安尼做。过落去吼，是伫《使徒行传》11章19、20个、24节，这是甲迄阵初代教会互人迫害，啊，有一个司提反是教会执事，去互因抓去，互人用石头钉死。啊，石头钉死，这伫耶路撒冷信主的人，大家拢惊着，拢离开耶路撒冷，有诶拢走去北边一个所在叫做安提阿。伫遐吼，因开始。因迄拄啊得着道理的吼，真拍拼传道理，去传互一寡毋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毋是犹太人，有希腊人，有外国人。即个耶路撒冷一寡较保守的
犹太人，即原来是信耶稣遮吼，伫讲即安尼吼，外邦人即救恩是互以色列人诶，毋是要互因，即安尼毋对。啊，伫遐咧毋知要安怎，后来因开会决定要派人讲去看卖咧，去看到底是安怎。因派巴拿巴啦，感谢上帝，因派巴拿巴。总是巴拿巴吼，我圣经无安尼写，毋过我用我的推理吼，巴拿巴一定无真赞成安尼伫遐传福音，互外邦人才会派伊去。一定讲即个去吼，看会当甲悄悄的调好好势咧。啊，巴拿巴互人派去了吼，圣经讲吼，伊去到位吼，看到上帝有赐因，就是这外邦的基督徒恩惠，就欢喜，劝勉因大家着专心一意信靠主。会叫你去做警察去看吼，去伊煞全甲因无参联的吼。我想派伊去犹太人，遐犹太人伫犹老山迄个人一定讲派了毋对人啊，派了毋对人啊。伊去吼，毋若无叫因讲袂使传道理互外邦人，伊参个勉励因，着爱专心一意服侍主传福音。这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呢。一个人要改变伊的想法，无遐尼简单呢。阮做牧师的吼，若拢会当改变人的想法，阮是足爱的呢。总是阮知影真困难，我相信咱生活中嘛知影，伊头壳安尼想就是安尼想，你无法度改。我常常感觉吼，连耶稣嘛无法度改变人的想法。耶稣上尾啊，无法度改变遐法利赛人的，伊互伊顶受是伊无法度改变的。因为巴拿巴看到上帝的圣灵伫遐做工，伊知影讲这是互福音的团会的机会，伊无甲因断，伊阁甲因做伙伫遐做伙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一个欢喜勉励人的人哦，伊袂受环境也是传统的束缚，为着教会福音，伊欢喜接受遐甲因无共款的人。因为我捌一摆，迄伫倒位我袂记诶，敢若是伫台湾。有一个朋友甲我讲，你敢知影恁教会的人哦，上袂晓接受迄个甲恁无共款的人。即句话我听起来，我气头气早啦，老实讲啦。毋过我感觉你无论你同意也无同意啦，我想这是咱爱反省的所在啦。接受甲咱无共款的人。教会内底若有千份人来，也是甲咱想法较无共款的人，咱有开放要接受啊无？搁落去第四位我要讲的吼，迄是伫古拉位啦，伫古拉伊讲巴拉巴。安提阿教会吼，伫迄个伫巴拿巴伫遐甲因做伙做工哦，教会真兴旺，人加真济，伊家己一个舞袂去。所以伊去想着扫罗，伫耶路撒冷，伊介绍伊甲扫罗，迄个时阵，因为人要甲抬伊转去伊的故乡，伫伊的故乡去大数。啊，巴拿巴去想着讲有扫罗，我即个扫罗叫来甲我斗无过，所以伊去请扫罗来安提阿，甲伊做伙牧会，做伙牧会了。教会大兴起，因真有宣教的精神。因讲要派宣教师出去宣教，因派两个上好的，派保罗啊巴拿巴两个人。啊，因家换手祈祷，因扫罗甲巴拿巴透一遍，做伙出去传道理。你若去读使徒行传哦，有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伫第13章遐吼，就是因开始出去传道理。路加写吼，拢写巴拿巴甲扫罗，
开始的时拢写巴拿巴甲扫罗，吼。啊，到有一个所在吼，到较后壁遐变做保罗甲巴拿巴。我讲的是吼，开始的时候，应该巴拿巴排头前嘛，扫罗是伊去带数。我即间教会我开始的，我母甲遮好势，我爱骹手，我来拜托你来甲我斗帮忙。啊，当然我排头前，你排后壁，这应该嘛吼。扫罗，巴拿巴、扫罗，这应该。主任牧师甲副牧安尼对毋吼？毋过吼，扫罗敢若玩啊不知啊厉害款吼，边仔人看看吼，讲看起来敢若即个新来比咱迄个主任牧师较厉害呢吼。大家开始改啊，改讲保罗、巴拿巴。我甲你讲，阮即个做牧师的吼，阮拢甲人讲爱谦卑啦吼。坦白甲你讲，我吞袂落吼。恁大家较细心，毋通后壁讲。我是主任牧师呢，请你来。即摆你变做佫有一个所在哦，路加毋知安怎，连巴拿巴的名嘛无写呢。伫第13章啊，第14章，讲啥？保罗甲伊的同伴。巴拿巴名无去呢，一个位换准你吼，甲伊两个做伙出去传道。你是主任牧师，伊是副牧。出去到地，大家拢找伊，拢无找你。你 ，How do you feel？ 我知巴拿巴拢总无安怎，巴拿巴一直甲保罗。扫罗出去传道理，传道旅行了，转来耶路撒冷，拢总共款。伊无半条往走，伊无袂爽快离开，无计较。因为这咱真通学的所在呢。我甲恁讲通学哦，你毋通想讲我会安尼啦。我承认我有即个缺点啦，毋是你问小易就知，吼。咱大家拢共款，咱的社会、咱的教会，我需要即款人，无计较。大家拢要摕 credit 的是，你欢喜将 credit 让别人，为着教会，为着上帝国，欢喜让别人。我伫做牧师的时候，我迄别人的教会。你毋通想讲别人较好，迄落，大家讲别人较歹咯。我讲你听，阮教会有迄巴萨，我迄礼拜假日啊，我着新的牧师嘛，我毋知影规矩啊。我去就拄仔讲，甲啥人说道，啥人昨一世人真拍拼，真拍拼。真正嘛，我一个乌巴桑，我点无着啦，我袂得，你敢知影？尾啊吼，遐长老甲我讲，后摆你毋通拄啊一个一个点名，迄点无着的吼，你真做应付啦，就是有安尼啊，就是有安尼啊。你蕊巴拿巴真正会当咱学习的所在。上尾哦，是咱今仔日上读上尾啊，一个巴拿巴甲扫罗两个哦，共款因伫遐斗阵。讲有一日，扫罗甲巴拿巴讲，咱来去巡教会，咱设立遐教会，咱来巡看卖，看遐兄弟姊妹好无？好，两个讲要去，总是因伫遐意见无共款啦。因头一遍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带一个少年囡仔，做马可，做马可。这个马可吼，你若去读因第一摆出去，保罗出去传道吼，拢真无顺利，去到毋是去用拍，就是去用骂。安尼即个少年的吼，对因可能要去的时欢喜，要甲因去佚佗，才知影讲出去到地去互骂，去互拍，伊看袂使吼，伊就家己一个扫转去耶路撒冷。当然，互因即个团队有减一个帮衬。保罗无袂记伫即项代志，伊真受气。即摆要搁出去传道理吼，马可搁讲伊要倒啊，保罗讲 no， 你袂使来，
顶遍你的记录太歹咧，你我来做你走，吼，你的记录太歹。巴拿甲讲，过会一摆机会啦，带伊来去啦。两个为着安尼结气，讲结气，我哪会用过呢？两个分开，保罗带西拉，巴拿巴带马可，两个分开。保罗带西拉吼，伊对去马其顿，咱即礼拜会查经队去讲到这样代志。迄个巴拿巴带马可讲去古比路，吼，两个行无共路。圣经无写啥，毋过我用咱的想，咱甲联想，你甲联想。对马可这个少年来讲，两个前辈哦，本来足好势做伙做工，为着伊两个分开，有啦有一个带伊去，啊伊嘛有去。做一个少年人，伊看目睭看着讲，为着我安尼离开啊，这两个前辈所袂好势，伊一定足艰苦心的。你甲想想。伊甲即个马可甲巴拿巴旅行的中间，因两个讲啥？马可一定讲我实在是真无应该安怎。你想巴拿巴会甲讲啥？巴拿巴甲安慰啦，都是安慰啦。安慰过来咧，我相信伊原来甲讲，你爱用你的表现，互保罗。改变伊的生活。这个马可咧，这个马可什么人？马可尾啊，写马可福音传就是这个啦。伊甲保罗的关系有变甲真好势。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1节，迄个时阵，保罗已经知影伊伫世间的日子无久，伊写过叫提摩太来看伊。伊甲提摩太讲：“你着去带马可甲你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工作真有帮助。”保罗接纳马可，什么人来功劳？巴拿巴的功劳咧。巴拿巴的功劳，巴拿巴迄个时阵也无甲伊安慰，无互伊阁一摆机会。咱毋知有马可福音传读下无啊？咱毋知咧，咱毋知哦。我拄仔讲哦，巴拿巴这个人，毋是像保罗彼得啊遮尔大使徒，总是你看伊伫后壁点点啊做偌济代志，影响教会偌大。咱常常讲哦，咱基督徒吼学耶稣，老实甲你讲啦，学耶稣，咱逐个拢无办法啦，总是吼。巴拿巴毋是耶稣呢，伊嘛敢冤家呢，伊嘛激气呢。咱要学巴拿巴，可能较简单啦。后礼拜咱要进新的长老，咱大家直接自斟哦。我想真久，这礼拜要讲啥好？后礼拜是头一个抬杠节，我想讲即款的讲道。伫后礼拜讲无下，所以我伫即礼拜，我用即个毋是要教训，我是要勉励咱大家，咱来三甲想来较学遮个人，学巴拿巴伊做遮个代志，我拄仔讲遮个代志，咱会当学巴拿巴。今仔日伫使徒行传内底记5位关于巴拿巴个代志。其他圣经内底拢无阁讲到伊，好佳在有遮，互咱通效念伊。愿咱的教会会出足济巴拿巴，互咱成做一个听的团体，迎奉上帝。咱来三个祈祷。非常地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阮的先辈巴拿巴的脚迹，
阮感谢你，你伫历代出真济即款人，因伫你的国度内面点点做，无假无抢功劳，无要紧，坐伫后壁，欢喜服侍你，真正做忠实的信徒。圣徒对你的脚步，主阮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会当学即款的模样，互阮的教会会成做真正听的团体，通过阮来荣光你，来传播福音的好消息。祈祷奉耶稣的名。